高手，为着你的地理。亲爱兄弟平安，真欢喜咱搁做做来变办着咱的主。明仔载就是除夕啊，咱要迎接新的一年，咱甲天下人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嫂听你，我嘛听你吼。相信伫新的一年，上帝应允甲恩典会临到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咱对上帝有信心无？有。阿门。好，请兄弟起立，咱做伙用信心来敬拜咱的主。宣告你华丽。
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让我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上筵席，这是我的生命宣告。让我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上筵席，这是我的生命宣告。耶和华已经我们行的大事，耶和华已经为咱行了大事，伊要带领咱勇敢向前行。亲爱的我靠上帝，咱就会使得胜再得胜。我们一起来开场。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降雨才当遮盖，也天使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中使血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能帮助。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
遐济。感谢主过去一年的锻炼甲保守，以前甲艰难环境中，咱拢安然度过。这是主予定的恩典，因为主的怜悯甲疼痛，所以咱会使伫遮享受主的疼来敬拜伊。咱所用感恩的心来互老主来回应伊的疼，我心充满感谢。咱做伙来念。我心来感谢，主耶稣怜悯的疼痛，你听我想为我所无受的主兄弟我。百倍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的慈爱甲怜悯，保守阮对年头到年尾拢充满主丰盛的恩典。愿细心帮助阮，搁较侪来较无你，将你的话刻掉伫阮的心，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将新的一年完全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来带领甲保守。无论拄到什么困难，我相信主你拢甲阮伫地。无论有关系什么情景，我拢要感谢你，学到你，用加倍信心来信靠你。我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看啊，我是耶和华，是救血气的上帝。在伫我减有一项恶情的事，现在咱即点当作起立，吟圣诗第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美丽的面，为着灿烂的事情，为着愿出世来，所受一切阻碍，天地上帝我最下，我如今可以出名，为着大事的经历，无论美丽虽无美，山水回来。
坐，请坐。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得到帮赞是我靠你的名。今日是旧年最后一个主日，阮记得你一切的恩惠，因为你为阮行奇妙的大事。对年初到年尾，伫新冠的死实的威胁内底，上帝，你拢保守阮。阮的心学老主，学老主的荣光，因为阮知一切的好事是主为阮所行。阮伫即个主日内底，是今日即个主日是明志教会募款建堂的主日，是阮的兄弟，阮有共款的心志，看到明志教会即个兄弟为着即个社区的宣教的活动，因来着我。耶稣，你是真理、活命、道路。若无照着你，无法度到阮爸家。阮用卑微的性命要来做你的器具，求主你来成全，互阮成做你的路用。阮也恳求，伫个祭牧师为即件代志着无爱中间，为伊所做的事工，恳求上帝，你看重，并且伫个你主内底，你来坚固由手所做的圣工。阮伫个教阮五教教会，参与五教教会，为阮陈国信牧师甲伊娟牧师因失去因的妈妈的对事个别礼拜，阮来祈祷。阮国信牧师。伊失去伊信仰挚爱的妈妈，虽然感谢上帝的恩光，你接伊的妈妈返伫天顶的家，但是阮恳求上帝，你信心的安慰甲平安，甲因伫地，陪伴因行过失去妈妈的毋甘。主耶稣，阮今日伫个阮的主日内底，阮学了上帝，你为阮行奇妙的大事的中间。阮也恳求上帝伫个最后一个主日内底，阮的心学了主，学了主你的恩光性命。阮也伫个阮的礼拜中间，要得到上帝你话语的奥妙甲智慧，因为你的话语句句拢是炼净的。透过伊的，我靠伊的，你了诚做阮的盾牌，为阮有较好的心智。诚做你的路用，阮来献上阮的祈祷，求上帝你来坚固，感谢恳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修属愿平安，阿门。煞只启应，今日要启应的是第62篇腓立比第2章。那这咱掀开新信息后壁面1113页。这我来客咱同齐来引。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信心有交谊，恁就有同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
伊反转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伊做一切的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煞只圣歌队要带领咱来献诗，你是唯一毋忘，你是唯一毋忘。
你是唯一希望，求主带咱甲伊同行。感谢生活队用水的诗歌带领咱来献上安尼学路。煞者，咱要来领受圣经的话，上帝的话今日记载伫诗篇126篇第1节到第6节。诗篇126篇第1节到第6节。伫旧约678页。掀开兄姐，咱同齐来看，我来读。耶和华带遐个受掠的人倒转来释安，迄时咱亲像眠梦。迄时咱的喙哈哈笑，咱的舌出大欢喜的声。外邦中就有人讲：耶和华为因行大事，耶和华有为咱行大事，咱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互阮受掠的人倒转，亲像南方的溪水阁流，流目屎也整止的，要出欢喜的声收歌。迄个流目屎带整止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长辈，欢欢喜喜倒来。以上。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现在咱即点同齐起立，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庭。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现在请坐。今日是明志教会建堂募款的主日，所以今日咱季平芳牧师来到咱的中间。今日要甲咱透放的信息是：上帝上帝开了一扇门，上帝开了一扇门，上帝开一扇门。咱将这条时间交予季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也感谢罗州教会的牧师、甲长职、甲各位兄弟姊妹会当开放，互民主教会来募款。相信借着这个机会，会当透过民主教会建堂的故事，咱会当互相来鼓励，互咱教会所徛起的所在来为主做见证。咱会当看到今仔日的经文的第1节。耶和华带遐受掠的人倒转来释安，迄是咱亲像眠梦。这篇的诗篇会讲起是以色列人有一天会掠去做奴隶。当去做奴隶的时阵，因有一天会转去到因家己的故乡耶路撒冷重新开始啊。但是因无受到向掠的迄天的时会偌久啊？当遐来做奴隶的时间是非常的长。伫圣经内底有记载，大概是70年的时间，伫但以理书第9章第2节内底。所以以色列人向受掠做奴隶，大概是70年遐长的时间。咱就会当想70年有偌久啊？当因向掠去的时阵，看到先知甲因讲即段的经文的时阵，讲吼，因总有一天会当转去到故乡，咱来想70年有偌济时间啊？牧师若加70岁，大概就是爱超过100岁啊。迄我嘛毋知我有法度等较久无。但是等较久的时间，你会感觉圣经讲吼，会当转去伫耶路撒冷故乡，迄天是啥物时阵较法度发生？
无法度发生，所以因伫等，一直等，等到迄天发生的时阵，因就亲像做眠梦共款啊。但是这对伫咱来讲，真奥秘相像啊。所以牧师用另外一个角度，大家来定心来去思考，安怎亲像做眠梦。武汉肺炎总有一天会安怎？会结束啊？会安怎？会无去啦。COVID-19 总有一天会停掉啦。咱总有一天来教会的时阵，就搁免安怎挂喙红啊，甚至酒精也免啊。咱有法度想象即天来的时阵吗？有但是你迄天来的时阵，你会想即几年敢做梦共款有无？随往足长个，但是毋知影啥物时阵结束，毋知影啥时阵结束，但是总是有结束迄天啊。等迄天来的时阵，我们就好像什么做梦的人一样。所以对伫以色列人来讲当伊迄天实现的时阵，对因来讲亲像眠梦共款啦。甚至伫圣经内底佫真特别。伫以斯拉记第1章第1节甲第4节有记载讲当因有法度对受掠的所在转去到因的故乡的时阵，迄时的王阁写诏书宣告讲全部的人爱来帮赞以色列人安怎重建因的圣殿啊。咱若真正来想因的身份是啥物？奴隶咧。一个奴隶竟然国王有法度帮赞因即项代志，对以色列来讲对因来讲，就亲像安怎做眠梦共款。因真做一个奴隶，会当对受掠的所在转去到故乡来重建，甚至迄时的王嘛帮赞因会当转去到耶路撒冷来重建。所以对因来讲，即件代志敢若亲像眠梦共款。对一民主教会，阮迄阵要新厝的时阵，我嘛感觉亲像即段经文共款，阮亲像做梦的人共款啊。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这是民主教会初期的相片，大概是伫1974年进前啦。这张相片因为面顶的时间无真确定，这是黑白照，显是故意的。迄是迄阵翕相片，就翕出来就是黑白。迄阵诶，民主教会伫巷仔内底，即张相片就是伫巷仔内底来翕相的。伫1981年的时阵，阮就迁徙到现在就旧教堂的所在。当阮迁出来的时阵其实民主教会初期的时阵，毋是长老教会，是明治神的教会啊。所以当阮迁出来的时阵，迄个原址即马佫伫咧，遐佫有一间教会叫明治神的教会，真特别啊。是后来佫新开的，后来阮就搬去迁徙，伫1981年的时阵，阮就迁徙到现在即个所在。大家会当看到，迄是一个公寓3楼的所在，真矮佫真细。所以伫1981年开始发展，到现在，这是阮现在使用的教堂的所在。恁的正手边迄个相片，迄礼拜堂厅就安怎较快？是因为是后来阮将隔壁的3楼买落来。甲迄壁敲掉，诚做较大的礼拜堂厅。教会的5楼甲6楼，都是团契聚会，甲儿童主日学所在。所以你看到阮的6楼，迄都是主日学的所在。当时的泰山地区要买到有电梯的公寓真少，所以迄当阵就只好买无电梯的公寓。所以阮伫40年的发展的即段时间的发展的是，阮发觉有真侪问题来发生啦。第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的空间无够压，虽往阮3楼甲另外一边买落来，两边诚做侪较大的礼拜堂厅，但是阮的教会的人数若要全部坐密是无法度的。特别阮有一个真大的困扰，就是比如讲，阮若联合礼拜，也是圣诞节活动。购物节活动，也是较大型的活动。阮2场的礼拜加起来可能是130个左右上下啦。但是2场礼拜合作一个礼拜的时阵，恁约剩偌济人？应该超过130个嘛，对无？因为佫加新的人，
但是无咧，阮可能剩80个到90个左右。因为其他人去倒？阮的兄弟姊妹吼真有疼心吼，爱互新来朋友安怎有位会当坐所以其他的人就安怎伫厝内底看直播就好啊。所以阮若办活动，人就袂坐，足奇怪。这嘛无法度，因为阮的空间安怎就无够也好用啊。第二项就是吼，长辈的问题。恁若现在来民治教会吼，要做礼拜，你就爱爬3楼，但是无电梯会当坐，无像罗州教会，你阁会当坐电梯。爬完3楼了后呢，你若要去聚会，就是团契聚会，也是食晚餐，你就爱爬去安怎5楼。所以你是袂捌啦，中国会当休困3楼，过来去5楼。但是你若聚会完，也是爱餐食了，你就爱阮5楼安怎？行落来，对老大人行爬楼梯爬去可能还好，但是落楼梯安怎会较危险啊？所以有当时阮拢会惊吼，有一寡长辈伊若落楼梯会较危险，拢总是会派人吼去甲伊关心看有爱斗相共无。但是你若是伫阮教会的主日的同学，就较辛苦啊，你就爱逐礼拜爬几楼，6楼安尼。有一工，因为无输有一个细囝，大概是3岁，有一工吼，我就要带我的细囝来去主日学，我拢会甲伊抱安尼。我伫教会1楼啊，时阵看到一个主日学学生甲伊的妈妈吼，同遐沟通啊，讲吼，伊妈妈讲你已经大汉啊，家己安怎行去哩安尼，伊讲无爱，因就同遐沟通。我想讲吼，因若继续沟通落去吼，可能礼拜做煞爱餐食了，因两个搁伫遐会开沟通。我来讲吼，无说甲你抱好无？伊就讲好啊。伊就马上就过来要我抱，我就这手一个，倒手一个，两个加起来大概是30公斤，我就抱咧，想讲还好，我就穿安尼，我就抱两个囡仔，爬到4楼有迄重量咧，我就休困一下，我就当想讲休一下，停一下，我等我停落来的时阵，迄个小朋友就讲：牧师，你干嘛停下来？我讲吼，因为阮拢有请人扫涂骹，我讲我看迄扫涂骹有甲楼梯扫清气无？伊就讲你会当较紧的无？伊要迟到啊！我讲你后摆袂当较早来安尼。当我抱起到6楼的时阵，其实真诶流汗有淡薄喘安尼。但是我伫爬过程中，我发现一项代志，就是吼，你抱两个囡仔对无？你爬，虽然会忝会流汗，这拢还好，但是你若无细伊跋倒，你安怎？伊人就无可能安尼单调嘛，所以这对伫阮主日学的家长来讲，因安怎较辛苦啊。但是对伫搁较重要，对伫阮福音的事工嘛有读爱啊。就是有一届，因为阮有社区的课务班，迄天圣诞节咯，伊迄个阿公吼特别爬来看教会的活动，特别是要看伊的孙仔伫合唱团内底要表演啊。但是伊就无法度啊，伊到教会楼骹的时阵。发觉伊无法度起来，为虾米？因为伊坐轮椅啊。阮就讲吼，阮请人落去要甲你搬起来，伊就无爱，歹势啊。伊就安怎转去啊？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但是就真做安怎，伊无法度入来伫教会啊。对阮来讲，这有真济的限制啊。所以阮教会伫即几档就一直讨论讲吼，教会未来要安怎发展啊。所以，阮就开始去讨论即项代志。阮用真长的时间来1年外到1年外的时间，开会的时阵就去讨论，阮要建堂还是无要建堂。阮有讨论讲吼，为虾米要建堂？阮嘛有讨论讲，会当莫建堂无？总是伫这无共款的讨论内底，大家最后讲吼，也是建堂，可能较有法度，互教会会当有好的发展。所以你看到遮的目标，其实是阮讨论真久的。无输甲其中的部分安怎藏起来，其实一济，你若想要看，我会当互你安尼，吼。但是吼，阮确定要建堂的时阵吼，总是遮的目标安怎伤济啊，阮家己嘛记无啥会起来，所以阮搁后来搁讨论吼，会当搁较简单的无，兄弟姊妹嘛好度记起来。后来阮就将这足济的物件吼，诚做3点安尼，3个大的目标安尼。这个目标非常的清楚，第一项就是室内150平，150平，这是无含公设的啊。咱知影吼，因为即摆买厝吼，拢有公设，拢即个，这是实际买着的平数一定要有150平。第二项就是爱伫民治路面顶，
第三项爱有电梯啊。买一个新厝无电梯可能强袂安尼，所以即三项对我来讲真重要。但是反倒转即三项真明确，但是真学得找啦。阮伫即几档吼，4、5档安尼找几啊年，啊请房总吼，阮阁请无共款的房总，无共经的房总来斗找足侪厝的，但是拢无下伫阮所要爱的。我嘛有去看过预售屋，即摆已经起好啊，有人大秘密啊。迄阵阮去看预售屋的时阵，啊，甲迄房总吼，阮就毋是房总，甲迄因的推销员啊，就同遐讲吼，后要买偌济，安尼买150平，安怎等安怎，啊伊甲图吼，就拢摕出来，就要开始要改啊，互阮吼要去要装潢会当减少卡壁，用台水管等的，啊水管啊、水管啊、便所嘛，甲阮刷去阮会当用的位安尼。讲到安尼啊，对无？但是计数就安怎降袂落来。后来阮家开价的时阵，伊就讲吼，伊若会使，伊就会敲电话互阮安尼。啊，对迄届到即摆伊拢还袂敲电话互阮呢。阮已经袂厝，我嘛毋知影为虾米伊无敲电话互阮。当时阮就知影伊就袂安怎，我咧开价开了伤低，伊袂互阮。因为阮算话吼，迄间新厝买落才是8000多万。啊，佮加上停车位一格爱200万安尼，啊伊讲上无爱买3个停车位就600万，啊佮加上装潢大概是装潢甲设备大概加起来吼，若要迄间新厝大概就爱哇，要10亿啊安尼，啊所以我甲迄建商吼，开会我胃拢会疼，讲这若真正甲买落来，足贵安尼。所以，阮就想讲，这就无法度买啊嘛，阮就开始搁去找其他的厝。我嘛有找足俗的厝啊，足俗的厝就是法拍屋啊，迄真正足俗的，是1楼甲地下室，有店面搁有地下室，啊伊是差不多买200平左右安尼。啊，法拍吼足俗的，伊差不多买买1900多，买2000万安尼。啊，我想讲，安尼足俗的呢，伫。阁有店面，啊，阁有地下室安尼会当用。但是阮去看厝的时阵，内底有大人，啊，你也知影，法拍屋内底有大人，迄要交厝吼，足侪问题的。所以阮嘛只好放弃。我嘛有去找无共款的厝，但是有当时啊，迄厝起了就弯弯翘翘，袂正啦，啊，无法度真好的价格。所以阮伫即几年去看厝吼，拢差一丝仔，毋是无够大，就是迄厝起了足奇怪。总有一工吼。房总伊就敲电话互我，伊讲吼，牧师有一个所在，拄啊好吼，室内150平啊，啊，搁伫民治路面顶，啊，搁有电梯啊，你要看无？我讲伫倒，我看久啊，咱无找着。伊讲吼，伫恁教会对面尔啦。我讲教会对面，我教会对面，哪互你找着，我就找袂着，安尼，我就甲问。因为看足侪届啊，有当时迄拢吼伤细，啊无就是无够。我讲啊，真正有150平哦。我甲伊问你袂当甲我骗哦，无我无爱去看厝啊，安尼。伊讲无啦，大概是149点几啦。我讲好啊，无差一个便所安尼，无要紧去看。我去看的时阵哦，拄带1、2个同工哦，伊真正是伫阮现在旧的教会的对面啊，就是我若对旧教会。窗仔门拍开，就看会到新的教会。啊，若伫新的教会想讲吼，要缅怀一个旧教会哦，迄窗仔门拍开，就看到旧教会啊，就倒对面安尼。所以我看完的时阵，我就真欢喜啊！讲吼，哇，这个真诶，伫对面阁有150平，民治路面顶阁有电梯，我就真欢喜。我就甲阮的建筑小组讲吼，有一个厝吼，你要去看无？啊，大家问讲吼，伫倒？我讲对面尔，礼拜线行过去就会使啊。所以我就找建筑小组去看完，啊，中级嘛去看完，啊，会友就讲吼，即摆吼礼拜做完吼，咱等下行去对面看就会使，免无偌分3分钟尔，安尼，啊，大家去看，看完的时阵吼，大家拢安怎非常的满意。这就是阮新的所在1楼啦，阮是要伫商办啦，就是住商混合啦。1、2楼是商用，啊，面顶拢是住宅安尼。啊，阮拄仔伫2楼，啊，1楼拢是店面安尼，啊，阮要伫2楼。啊，1楼的入口，因为地下室是健身房，所以因迄拢贴上很多的广告。
啊，即个阮看到真意外是真特别，就是即个电梯吼，敢若到2楼尔，就是阮会当用，啊，甲地下室会当用。啊，为虾米会到2楼？因为迄是商场专用的，啊，所以吼，阮感觉真好。因为无输伫募款的即段的时间，若是有诶教会伫大楼内底，啊，伊若是伫楼层较悬的吼，因有当时啊，若疫情较严重，伊就会甲我讲吼，爱暂停。啊，为虾米？伊讲吼，大楼讲吼，教会的人出入较复杂，所以请教会先暂停。啊，所以因就无法度，就只好暂停实体的礼拜。啊，但是这楼电梯吼，伊的进出口甲住户无共款的，这是独立的，所以你若无门卡，你嘛有法度去教会内底。啊，你若去教会，你嘛袂迷路，甲骑电梯，甲当骑到2楼尔。啊，2楼去哩，敢有2户，1户拢关的卖出去，可能是后摆要互阮卖下来。啊，另外1户就阮尔。啊，所以你若后摆来明志教会，你绝对袂迷路。你上无你去健身房运动尔，无你去楼骹食物件，上2楼就是安怎，就是教会。所以对阮来讲，我就感觉即个所在安怎非常的好。啊，这是内底的空间。当阮买着入去看的时阵，伊内底就真空啊，啥物拢无，甲有电有水尔。啊，伊即个厝非常的四正，啊，伊的悬度吼大概有4米外，啊，伊是港股的建筑物啦。啊，所以对阮来讲，感觉袂歹。啊，伊前后拢有采光，啊，真通风啊。所以对阮来讲，阮就看到遮厝，阮感觉比较早过去阮用的迄旧教堂来讲，会搁较好势，搁较舒适啦。啊，所以伫前一年吼，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全台湾的教会大概拢吼暂停耶和华礼拜，对无？泸州教会若有嘛，大概拢暂停，我嘛暂停。啊，所以有一天，阮就开会的时阵，我就甲阮的长子讲吼，咱是毋是会当来耶和华礼拜一下？阮的长子讲啊，无说你想要去倒？我讲无啦，去对面啦，安尼，就新的教堂吼，来耶和华礼拜。啊，因为遐啥物拢无，所以迄天阮就去新的教堂耶和华礼拜，啊，就将电子琴啊、椅啊、啥物，反正遐啥物拢无啊，要爱拢爱家己安怎卷开去啊，投影机啊、啥物啊，拢安怎。全部拢带过去，到对面遐。啊，迄天阮就伫遐来做礼拜，阮特别拣大降节的第1个礼拜，同遐伫遐点着第1支的蜡烛。第1支的蜡烛代表是愿望甲期待。阮愿望阮会当顺利，会当牵线去遐。阮期待阮伫遐建立的时阵，会当伫遐会当为主做较济的工啊，福音的事工。所以第1天我就真欢喜吼，伫遐来做礼拜。啊，阮的助理的小朋友做好耍的，伊就从遐一直走，啊走伊就走来甲我讲，护士，我很怕我跑一跑就迷路了。我就想讲吼，这嘛较报我呗，恁若我可走啊迷路，安尼，因为伊感觉吼，迄比过去的教会搁较大，啊甚至搁会当同遐跳，同遐走，因为伫公寓内底的教会真诶有较无方便的，就是你若同遐伤大声，住伫下骹的人就会安怎？会抗议安尼，阮教会还好，阮的厝边较好。啊，我知影有的教会吼，因较困，因较辛苦，因若较大声的时阵吼，会检举哦。啊，甚至警察会来看安尼。对因来讲，无共景的教会会拄着无共款的问题。所以当阮伫遐做完礼拜的时阵，阮兄弟姊妹拢足欢喜的。上帝哪会比办较好？伫教会旧教会对面有电梯。然后有教育的空间，所以当阮伫遐做礼拜的时阵，每一个人拢真欢喜，都唱即段的经文。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无想到买新的教会伫对面尔，因为有当时啊，拢会烦恼买新的教会会要做安怎，伤远无方便等等遮的。但是咱知影吼，上帝为着咱开圣门的时阵，咱嘛爱有勇气向前。看到较好的厝，是毋是爱家己安怎买落来啦？对阮来讲嘛是安尼啦。对伫以色列来讲，上帝互因会当对狩猎的所在，转到因的故乡的时阵，伊嘛爱有勇气向前行。因爱离开因习惯的所在。伫狩猎迄所在有通住，有通食，但是当因离开的时阵，要食要住，因爱安怎？家己想方法啦。
所以对因来讲，因离开的时阵开始挑战，但是因若是有法度回想过去，因的祖先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时阵，因就知影，这一路上有挑战，但是上帝的平安会甲因伫地，上帝一定为着因开路啊，因爱向前行，就会看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嘛是安尼想的时阵，阮总是爱买新厝的时阵，总是爱开价嘛，阮就会讨论。但是阮吼要避免人歹佫敲电话互阮，阮就问房总吼，我若要买迄2楼吼，大概爱偌济安尼？伊就讲吼，因为阮买前一年，阮的1楼有人卖，大概是一平66万安尼。房总讲吼，2楼吼打对折也要33万啊，因为大概买落来是200外平，所以买佫有3个停车位，所以买落来大概是6000，买7000外万，敢若佫加上装潢，大概来8000外。我说哇，那贵！但是总是阮就开始讨论啊，阮爱讨论一个上佳的价数嘛，对无？伊可能会叫咱添一个，同遐讲一个，佫添一个，安怎等安尼，所以阮就开始讨论，大概偌济，阮家开一平25万，安尼，哇，伤低嘛差8万块尔啦，一平差8万，差足济，差1000外万啦，安尼。但是对上价开始开嘛，阮嘛敢，阮若做想要开佫较低，看20万有可能无安尼。但是我看20万大概都是，甲今年嘛无人要敲电话互阮安尼，所以阮开一个大概市场的行情较低的价数安尼，上低的价数。阮就讨论好啊，25万，阮就甲房总讲吼，我要开价，你甲卖家吼讲一下，伊就甲因约时间。拄好伊即个卖家诶查某囝，伊拄好是基督徒，是外教派的，因爸爸是读过基督教的幼稚园，安尼，所以伊嘛算半个基督徒安尼。因就知影吼，要买即间厝是教会，所以伊就讲吼，伊就真欢喜安尼，有讲吼教会要来买厝安尼。但是伊就讲吼，我要确定者恁是教会安尼。我想讲，明仔确定我教会。甲教会搬过嘛，所以阮迄工主要有2个任务，就是互人知影阮是教会。另外第2项就是开价互人安尼，看伊感觉安怎，看要听也安怎。所以迄工我就约一个时间，甲阮的卖家吼，阮做伙要来见一面，互因熟悉一下，阮是教会安尼。所以我就甲阮的长老讲吼，你去的时阵，你一定爱比因佫较早讲吼，你是长老。我是牧师，为虾米安尼？因为足侪摆，我若甲长老出去的时阵，人若无熟悉阮的时阵，第一个握手讲牧师平安，逐个拢甲阮的长老握手，你知影？无说你，阮的长老讲，你要穿牧师服无？我想讲，我穿牧师服嘛无路用的，因为有当时我穿牧师服，人无认为我是牧师啊。有一摆我坐捷运啊，交往港台的时阵，我就穿安尼，我就坐捷运去啊，因为感觉较方便，免找停车位。我坐伫捷运面顶的时阵，就有一个妈妈甲伊的囝吼坐伫遐，小男生讲话足大声，讲妈妈你看，遐坐一个演员呢，他在演牧师诶，怎么那么好玩？我心讲吼，你才好玩呢，我是真的是牧师啊。但是袂当讲啊，我就讲笑安尼。所以我就甲阮的长老讲吼，你去迄工吼，你就甲我证明吼，我是牧师安尼。我甲你别人证明你是长老，安尼就会使。安尼，互人知影阮是教会，无咱佫带一个酒无去好啊。安尼，互人知影阮是教会。我讲吼，第2项，阮就是吼，甲对方确定吼，阮要出价就出这价数。迄工主要任务就是安尼，所以阮就要去甲卖家见面，去甲房总因的公司啊。我就开车要开的时阵，阮的长老就甲我讲吼，牧师，人若25万，要卖完命喏。我就甲伊讲，袂啦，我看厝看几届啊，你看电话有诶，到即摆拢卖会员啊，你开这个价数嘛，无一定会回。
囡仔无查，啥拢无查，咱今仔日主要任务敢开价尔，较甲望见面，你免想较济啦，莫烦恼啦。开到一半的时阵，牧师，若人要卖我要安怎？我讲袂啦，你想济啊啦。我咧搁家解说一解安尼。阮停车停好的时阵，牧师，我知影你要讲啥，你莫搁讲啊，我搁家解说一摆安尼。就甲讲好，袂啦安怎？我讲今仔任务就2项，讲见面，讲开价安尼，等入去吼，坐手吼，就准备啉咖啡、食中心安尼。后来阮正入去甲因坐手吼，介绍一下。房总甲因带去另外一个会议室开会，甲因开价啦。阮4个同工吼，都加上我4个，阮就同遐开讲，就讲吼，因若无爱，阮要开偌济安尼，先讨论一下。会议的时阵吼，会较开会会较紧安尼。阮就伫遐开讲，食茶、食点心安尼。阮讲到一半的时阵，房总就明白了，敲，伊就开门。伊开门入来讲吼，恭喜哦！我讲恭喜啥物？人25万要买恁啊！我讲你等下，你先出去一下安尼。大家我想叫人先出去。阮咧开会甲讲吼，阮共开价，讲无讲吼，人讲即个介绍，阮都要甲伊买落来。人要买我讲袂，你先等下。我就甲阮同工讲，即摆要安怎？开始敲电话吼，建筑小组成员开始敲电话讲，人要买我要安怎？你确定无？好，一个敲电话安尼。迄工就4个人开始敲电话互其他的成员，确定讲吼，25万要买即间厝安尼。确定完了后，阮就甲房总请入来讲，会使阮会当来买即间厝，即摆就要签约。阮就好签约，阮因为迄介绍有搁调整过，因为要较好看，大概是5200外万安尼，搁含3个车位安尼。对阮来讲差足济，本底想讲哪贵啊，这个5200外万安尼。但是即个介绍对阮来讲嘛是一个负担。要签约的时阵，因咱就知影嘛，就爱甲转囡仔定金嘛。要转囡仔的时阵，就讲牧师你有扎囡仔无？我无想讲人会卖，所以囡仔无扎。我就讲教会囡仔较重要，袂当互白扎出来的。先用别人的用，较来换伊的好啊。来讲咱定金呢？阮若想讲定金哦，阮4个人就甲汇码摕出来，开始倾钱。无人会想讲你身躯出门的，你会砸10万块伫身躯无？袂嘛，上无早2、3千就足济啊！大家要摕定金，就想讲无钱。我就讲等下你要去领一个无？就大家去领迄钱出来咧。我就讲阮无砸遐济钱啊，伊讲无要紧啊，迄卖食讲无要紧。阮就轻的安尼，大概轻无几千箍安尼，现金拢无砸伤济，大概无到5000箍啦。因为阮有交，因为阮旧的厝用袂掉，迄人来交厝拢一沓钱对无？嘿，阮无甲一沓啦，步安尼可能3、4张尔，要共订一间5000外万的厝。但是对方伊感觉阮是教会做信任阮的，所以讲我感觉足特别的，衫拢无砸，钱嘛无砸，要共订一间，人嘛愿意卖互阮。迄工阮就大概是3、4千箍吧，应该有5000箍我想，定金5000块啦，共买5200万的厝安尼，伊嘛愿意。所以讲阮离开的时阵，阮感觉上帝哪遐厉害，互阮会当用即个介绍买着，甚至对方嘛无讲你搁添偌济，就安尼25万就卖完。伊嘛真阿萨哩，阮嘛感觉上帝做真大个代志。所以讲，阮开车转去的时阵，阮甲阮长老讲吼，阮亲像做迷茫共款，但是要做梦的时阵，阮嘛要有勇气来向前行。上帝恩典毋干若只是安尼，咱长老会组织内底，咱拢知影要买厝一定爱开啥物会员好会嘛。我做以爱长老会，因为长老会内底会当包容无共款的人的意见。总是有人会感觉会使，有人会袂使。有当时啊，伫开会过程会当表达咱家己无共款的意见。所以讲开会，我嘛知影有可能有人会表达无共款的意见，有可能伊无袂野手讲吼，伊有啥物意见，伊可能会用选票，互你知影伊甲你的意见无共款。但是我感觉这是真好的一个民主的方法。但是迄天阮开会的时阵，阮心内就有备办，可能有个人会提出无共款的看法。总是迄天，阮就开始报告就讲即话，
讲问吼，兄弟姊妹，你有问题无？无人讲有问题。我讲即摆要投票啊，就开始发票，发，收转来的时阵，阮的长老就开始算票，我坐伫边啊，伊算完的时阵，伊就叫我过去看，我就想讲吼，应该是有票吼，应该是有人会安怎会不同意嘛，有人会同意安尼。我讲即摆票安怎？伊讲吼，牧师发票77票，收票77票，77票同意。我就你搁讲一摆啊？伊搁讲吼，收票发票77，收票77票安怎同意？我就讲吼，你有没有做票？然后叫伊，我真正，我那天真的是有验票，我从来很少安尼做奇怪。诚做长老会生活较久啊，无头一摆看安尼，我讲我验票者，我就叫伊一张安尼算互我看，我就现场安尼看，真诶77票，无人交歪去，嘛大家拢安怎交同意啊？这是上帝上大诶恩典。但是无想到，阮卖厝诶时阵，我们卖房子的时候，上帝也让我们看到一样的恩典。卖厝诶时阵，阮其实卖厝搁较烦恼，因为有人吼讲吼，你即间厝吼会当卖一平30万诶，你创啥卖25万？总是这大家计数拢无共款对无？我嘛会烦恼啊，总是迄工诶开会诶时阵，嘛是共款诶。开票诶时阵，无一个人反对啊，大家拢同意阮买诶即个计数。无人讲吼贱卖祖产啊，无，大家讲紧诶，甲即厝买去，互阮诶还贷款啊，感谢上帝。互阮看到遮诶真侪见证伫阮头前会开路，总是兄弟姊妹伫咱心上面顶，咱有真侪上帝恩典啊。伫过去这一年，咱回头来看，真侪。但是咱领受这个恩典是要创啥？毋是互人讲上帝，你的恩典哪里好？这个恩典是要安怎？诚做一个好的见证，是要互未信者的人看到上帝搁真搁活伫咱的生命内底。所以第2章安尼讲，迄是咱的喙哈哈笑，咱的出大欢喜的声。外邦中就有人讲，耶和华为因行大事啊。所以当以色列因有法度转去故乡的时阵，伊家己敢若安怎迷茫共款啊。但是别人看到安怎讲吼，耶和华为因行了大的代志啊，诚做好的见证。所以当阮买阮厝的时阵，有一工住伫阮1楼的林长啊，因为阮真好，有当时会合作为社区做一寡代志。伊就讲吼，无输你来者，阮作熟的啊，阮甲阮的厝边拢作熟的。伊就讲你来者，我讲创啥？伊讲吼，听讲你买新厝吼，我讲哦，你消息真灵通哦。伊讲我着林长的，我讲啊，你一平，伊就问我，伊做好去的，恁一平买偌济啊？我就讲吼，一平25万安尼。伊讲哇，哪买遐俗？恁的上帝哪厉害？伊家己讲的啊，我拢还袂甲伊讲啥物，伊家己讲吼，恁的上帝哪遐厉害？伊家己安尼讲的。我就讲吼，安尼你要来教会无？你讲阮的上帝较厉害，你来一个嘛？伊讲吼有闲较哪，较来啦，一定会来安尼。啊，有一摆过了几工吼，伊佫讲吼，无说你来一个，我讲创啥？伊讲吼，迄个你们买的地方还有没有一平卖25万？我想想就甲伊讲吼，啊无你来教会甲上帝祈祷看卖啊。伊讲我有闲较去啦，安尼我讲你啥物时阵较有闲？我讲阮教会伫遮吼真久啊，你拢无明白过安尼。我若心肠好的时阵，会甲你邀请你来一个安尼，斗落来一个。伊讲吼，看卖啊，若会使伊就去啊。所以咱会当看到吼，当上帝会稳定伫咱心中，是要诚做一个安怎记号，诚做一个稳定的记号，诚做会当做见证的记号。所以伫咱的心中，每一个人拢有稳定的记号。这个稳定的记号，要互人看会到，透过咱的见证甲行动，看见耶稣基督伫咱的生命内底。所以咱会当想，虽讲咱领受这个稳定，你真正来想，当你领受这个稳定的时阵，这个稳定嘛是安怎一个挑战。
所以第5节、第6节安尼讲，流目屎也真子的要出欢喜的声伤歌，迄个流目屎带真子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长辈欢欢喜喜倒来。上帝为着以色列开一扇门的时阵，转去到故乡的时阵，有面对一项真大的挑战，就是遐是趴风的所在，因爱定建，遐无啥物物件拢无。所以当因转去故乡的时阵，因要伫遐徛起，因就需要建造伫遐来生活。因要带的物件无真济啦，会当带的物件有限啊。迄阵的食物是马仔，所以因主要带的物件马仔一定是较济，但是这是要安怎互因食饱的？但是因若要伫遐长期徛起的时阵，因就当遐爱安怎建造啊？所以因就爱将有限的马仔安怎一部分摕出来压落去啦。大家想讲啊，种物件有啥物困难？咱爱知影吼，迄压落去，你毋知影会收成也袂收成咧。种物件有当时种落，人拢会讲吼，看天食饭啊。迄年若是无水，所种的物件就安怎无收成，雨若伤济。嘛无法度，白仔拢淹死。所以对以色列来讲，因流目屎也种子是看到上帝未来带领因，互因种落去的时阵，因知影上帝一定会开路，互因有法度来向前行。当因种落去的时阵，因知影上帝会互因收成，迄天绝对是看会到上帝恩典。所以对伫以色列来讲，流目屎也种子，即项代志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因为种物件无法度真像大家所想的较简单。我毋知兄弟姊妹，你有种过物件无？种过菜啊，等等，真个真困难的。牧师有试过种高丽菜、高丽菜，我种伫牧师馆，我差不多种4冬，伫民视教会种4冬。我的高丽菜拢生安尼，我嘛毋知影安怎。我是对种子开始种。啊，种起来拢安尼，我嘛毋知影，我就想讲吼，种物件真诶安怎有困难诶。我感觉兄弟姊妹因共时阵种因拢较大粒诶，啊我种起来，我讲平平拢住泰山，啊恁兜咱种起来就差济，啊差无几条路安尼。这真正是有困难诶，但是咱爱知影，这种落去是无回头路诶。所以对阮来讲，阮虽望要真俗诶一个介绍，但是伫即几年来讲，对于民主教会来讲是安怎？真大诶挑战。为虾米？因为疫情诶关系，咱都知影迄经济都绝对袂真好。但是阮知影一项代志，上帝为着咱开一扇门，咱拢需要有勇气来向前行。对于阮两个民主教会来讲，是真大诶挑战。好，1200多万，佮加上阮诶建筑、装潢诶费用。阮迄阵想讲吼，装潢应该是足俗诶，但是阮是用10几年前装潢诶费用来去计算，无想到现在所有诶物件拢安怎，拢起来，起到阮拢会，哪遐贵？本地冷气哦，想讲吼100万就会当解决啊，结果无法度啊，物件讲起啊，重嘛起啊，啥物拢起，对阮来讲有真大诶挑战。甚至伫去年诶时阵，全台诶教会拢暂停有3个月诶时间。对伫兄弟姊妹来讲，可能无啥物感觉，但是对阮来讲有真大诶感觉。银行袂管你即个月教会有开也无开，你总是爱安怎还贷款。我目前即马还贷款，一个月大概爱还18万到19万左右，安尼对我来讲是真大诶挑战。所以，阮伫即段诶时间，我嘛看到上帝开路。虽然我知影真侪教会人数比较过去疫情之前吼，搁较少，但是无因为人少，人诶奉献就减少。反倒等因为人少，互阮看到上帝恩典伫遮诶教会内底，互阮看到当长老教会做伙诶时阵，阮诚做一间诶教会，诚做一个兄弟姊妹诶教会。但是因为安尼，阮看到其他诶教会会帮赞甲大倒。所以对于阮来讲，流目屎也种子，带种子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长辈欢欢喜喜倒来。流目屎也种子的，要欢喜来收割。
阮嘛兄弟姊妹，你会当为着民主教会来帮赞甲伊代祷，互阮看到阮伫无共款的教会内底有无共款的教会的帮赞甲代祷，透过罗州教会的帮赞甲代祷，互民主教会会当通过一关过一关的挑战。那么，阮嘛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上帝嘛为着咱开一扇门，求圣神甲咱同在，互咱有勇气来向前行，来为主做见证。咱做伙来祈祷。听咱阮的天父，阮感谢你，求主你帮助阮透过这段的经文，诚做阮旧历年最后一个礼拜一个鼓励，互阮伫每年虽讲拄着挑战的时阵，阮有勇气来向前行。因为阮知影耶稣基督你的平安甲阮伫地，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听到咱牧师为咱所敬道的上帝开一扇门的见证甲分享吼，有得到真大的激励吼。咱即条咱要来念今日回应诗618首。咱着信靠上帝，或者咱同做起立来念。咱着信靠上帝，真实向前无退。咱着信靠上帝。向前无退，深深望靠主来听，一切工作的家，听也来着拄起，望无的累积，上帝在咱一切苦难。即粒咱要用实践来，实践的奉献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请所有的同工出力。今日是民主教会建堂的募款的主日，咱伫个遮咱也理解，咱有甲民主教会，咱是兄弟姊妹的伙伴教会吼，咱有同款的心志，要成做社区的见证。成过社区的光灯，当作一做来为福音的事工来拍拼。我相信上主看重咱的心意，无论多少，上帝拢欢喜。咱也诚做民主教会建堂的一部分，就是上帝为民主教会开一扇恩典的大门了后，咱同齐来甲因做真正的工课。
即咱同齐起来吟方面的诗歌。请坐。所以咱来读今日的金句，咱台语甲华语咱拢来读两遍吼，这实在真好的金句，咱同齐来读。先来读台语，流目屎也种子的，要出欢喜的写首歌。迄个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长辈欢欢喜喜倒来。流目屎也种子的，要出欢喜的写首歌。迄个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长辈欢欢喜喜倒来。诗篇126篇第50到第6节，咱来读华语。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诗篇126篇第5节到第6节。下节咱们来欢迎甲报告吼，咱今日咱真欢喜吼，咱的民治教会就是咱的兄弟，咱的伙伴教会吼，咱真欢喜咱的季平芳牧师伫遮为伊的教会着活，愿因民治教会所做的事工，伫个扩展增长教会部分的事工得到上帝的坚固。因伫即中间吼，因有3位同工甲咱的牧师同齐来吼，苏美娥长老。卢秀丽姐妹，还有郑丽红执事，欢迎因哈。我想伫个因的咱，我感觉民治教会因今日安尼牧师的服侍，甲咱即3位长老执事甲姊妹的服侍啊，诚做咱的榜样吼。因真开阔的心吼，为主会互因的意向，因来付出行动吼。所以上帝嘛开因的恩典的大门，互因伫教会事工的部分会当得到扩展吼。这是对咱来讲嘛是真好的提醒甲见证。愿民治教会未来教会的会务吼日日增长吼，诚做社区的光灯吼。就像牧师拄则伫个分享的中间吼，伊伫因的教会信徒甲会友，因的信徒甲咱的牧者安尼，咱遮尔认真伫个传福音吼，互咱真深的感动吼。咱搁较一遍吼，咱用咱的发自内心伫咱的欢喜吼，甲咱的愿望吼，咱来甲因鼓励吼，将这听甲分享互因吼，互因知影讲因实在是真值得。吼，咱家肯定的吼，多谢。好，那煞只吼，无是不是牧师请由牧师来补充报告？兄弟姊妹平安，真实的牧师占用一丝仔的时间，就是阮教会嘛有义卖伫1楼，阮义卖的商品是路易莎咖啡安尼。阮特别有甲伊签约安尼，所以阮要卖的物件吼，你伫网络甲实体的店面拢看会到，拢是共款的。一盒绿挂式的咖啡10包、10包啦，绿挂式的咖啡，
10包，啊，实体网络吼，一盒拢是300块，一盒是300，啊，因为阮义卖，啊，所以阮是2盒400，安尼要买几盒？吼，请恁毋通买一盒好无？你若要食牧师，你甲牧师讲吼，牧师贴你100块，你带2盒转去，安尼好无？请你一定爱买安怎？至少要买2盒啦吼。啊，有人讲吼，啊牧师，啊恁安尼教会成本安怎？你莫问牧师啊，这有保密条款都袂当讲的，你就是吼，甲明基教会斗3工安尼吼，借着这建堂的义卖吼，诚做阮的帮赞。啊，你会有人讲吼，牧师我无啉咖啡要安怎？我讲无要紧啊，即摆要过年啊吼，你要来送啊，迄嘛最好看的。路易莎红是无牌的，这是上市公司的有品牌的咖啡。啊，这个咖啡拢是即个月阮去共摕货的，安尼。啊，所以恁放心吼，这咖啡啊袂过期，拢是当月。啊，伊有效期限是6个月啦，安尼。因为你若过迄咖啡，可能会较无好啉安尼。啊。你若摕到上好吼，牧师是鼓励吼，大家会当紧的安怎家饮料啦，因为越新鲜的东西越怎样，越好喝啦。啊，你赶快喝完吼，再跟我买。啊，毋然吼，兄弟姊妹，你等下去1楼的时阵吼，会当来甲民治教会捧场一下安尼。啊，这真正迄蛮好看的啦。你要过年吼，要将这送礼嘛是一个袂歹的。就是小盒这样子，啊，看起来精致又美观，啊，毋然吼，家己姊妹咱做伙来帮忙，啊，以上补充报告。真感谢牧师的分享吼，真好的榜样吼，伫咧事工的顶面吼，无放弃一切愿望吼，上帝伫咧明治教会行了奇妙大事吼，咱真感谢上帝恩典吼。啊，第2项事项就是，咱的过去咱敬听的陈忠心牧师吼，伊伫1月13日荣归天家，享受85岁吼。牧师是伫咧咱罗州教会总共牧会12年吼。伫咧因为伊也做过咱台北中会议长，所以伫2月11日吼，拜五上午10点半吼，伫二滨吼至真2厅要举行入殓礼拜吼火化。啊，2月12吼，伫咱10点伫咧艋舺教会举行中会告别礼拜吼。啊，下午1点半伫金山的平安园举行安葬礼拜吼。咱来个孝念吼，啊，因为为牧师娘甲伊的查某囝来祷吼，求上帝信心安慰甲因伫咧吼。啊，2月第3项事项是2月1日，就是拜日吼。咱明仔载除夕，啊，过来后日就拜新春初一吼，新春称谢礼拜吼。咱敬邀兄弟，咱做伙来教会礼拜，向上帝献上感恩吼，并且领受上帝的祝福吼。啊，实在是过去这1年来的疫情点滴，实在是真辛苦吼。咱感谢上帝时时刻刻会带领甲扶持保守。啊，因为除了为过去迄年咱来感恩之外，也为新的1年度来陪伴吼，奉献伫上帝的祭前吼，这段前。啊，1月31号吼，1月31号到2月5号吼，伫咧春节假期期间，咱周间的聚会咱就暂停吼。啊，过来下一个主日吼，就2月初6吼，要举行本年度第1次的圣礼诞吼，咱。迄个2月6号是联合礼拜9点吼，啊2月20因为联合礼拜吼，迄天主日礼拜煞咱要召开2002年度的定期会员互会吼，啊邀请兄弟咱大家踊跃来出席吼，啊安尼是第7项就是第7项报告，整合起来就是所有咱2月份的礼拜吼。2月1号，2月1号吼，青霞礼拜是连合堂嘛吼，2月6日的圣礼典嘛是合堂吼，啊2月20的会员互会嘛合堂吼，所以2月就是剩2月13甲2月27是2堂的礼拜吼，啊即部分咱才请华语堂的兄弟，咱来特别留意吼。啊另外若阵有需要奉献证明的吼，咱才甲干事吼。伫
伫遐登记互干事吼，到3月6日为止吼。啊，搁有就是3月6日吼，3月初六迄天吼，咱是北部大会四中会伫台北和平篮球场举行的马街150联合庆典礼拜吼，报名费200元吼，这部分吼，咱是就是副先执事跟美满执事负责吼，咱才甲因吼2位吼，甲因报名并且交钱吼。咱林牧师吼有隔周六的礼拜哈，隔周六礼拜六的下午5点到5点半哈，对学龄前的幼童哈，有办理幼童哈音乐亲子课程哈。这部分咱得要甲林牧师联系安尼吼。欢迎吼，厝内底有幼囝吼，来参加吼这个课程吼，非常的好吼。那牧师吼，伊真肯做事工吼。你看，伫咧幼童的时候就开始吼，愿意陪伴家长跟小孩子来接触吼，接触就是从音乐当中吼去栽培他们吼。因为借着安尼时吼，会当互一寡社区的妈妈会当入来，咱会当家己教会的信徒之外，会当邀请你家己的亲朋好友，也是社区的这妈妈有抱囡仔吼，带囡仔，拢甲邀请入来安尼吼。每周三的财经祷告，因为咱这边吼。咱春节期间暂停哈，那之后就是还有周四的松联，那这个都例会当中哈，那邀请大家一起哈共同来参与哈。会计报告12月份的收入是464887块，支出是499602块哈，付34715元哈。咱顶礼拜的顶主日的黄祖国跟朱淑兰夫妇，毋知有来无？吼，咱遮请咱关怀组的同工会阁继续来关心吼。好，咱以上报告，毋知阁有兄弟要提醒的事项无？我想上界重要就是讲，伫咧这春节中间吼，咱因为疫情的因素吼，咱有真侪兄弟，咱拢去转去南部吼。咱也为咱的教会守望祈祷吼，除了为咱的牧师因的家庭祈祷之外吼，为咱出外的咱遮兄弟吼，搁来上界重要就是伫咧这疫情中间吼，互咱真深的心思啦吼，体会安尼吼，咱安怎平安徛伫上帝的恩典的内面吼，所以咱若除了春节期间，因为祝福咱每一个家庭合家拢平安，新春快乐吼。以上报告煞只咱来吟尾面诗第396首吟诗煞，咱请牧师为咱祝祷，或者请咱起立。耶稣基督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兄弟姊妹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者。今礼拜到这，嘿，咱别倒散会。我都用1号，我都用1号。